由東北葵去沙田，你可能會諗起呢堆小巴路線，但係當你見到咁樣、咁樣同埋咁樣，你仲想唔想排隊坐呢？咁多年嚟，10萬人口嘅東北葵都冇一條巴士路線行經城隧轉車站，再加上去沙田嘅小巴，咁多年嚟繁忙時間都係打晒蛇餅。喺區議員嘅爭取下，造就咗我哋今日主角嘅誕生。九巴 43S 喺2020至2021年度巴士路線計劃中提出，係東北葵至 46X 喺1991年設出後第一條途經城隧嘅巴士路線，來往石蔭同埋香港科學園，途經石梨、梨木樹、城隧轉車站、石門同埋馬料水。究竟兩地嘅通勤需求能唔能夠支撐到呢條路線嘅營運呢？而地區期待嘅城隧轉車線角色，佢又做唔做到呢？今日就同大家一齊探討下。7點50分，北葵涌街市上咗5個。7點52分，石蔭東村上咗1個。7點55分，安蔭村豐蔭樓落咗1個，上咗5個。7點58分，石梨村石街樓上咗3個。8點01分，石梨商場上咗8個。8點07分，打磚坪街上咗13個。8點10分，石怡路上咗13個。8點11分，藍田街上咗8個。東北葵路段總共上咗56個，落咗1個。8點14分，和宜合道運動場冇人上落。8點15分，石圍角新村冇人上落。8點17分，梨木樹村落1個，上3個。8點18分，可豐中學冇人上落。東北荃灣路段上3個，落1個。8點20分，去到城門隧道轉車站落咗6個，上12個。8點22分離開。其實九巴本身都唔係想開呢條線㗎。47B 喺2018至2019年度巴士路線計劃中提出，只有平日朝早一班由石梨大龍街開往沙田市中心。睇返當年嘅報導，東北葵嘅區議員都好期待呢條路線嘅開辦。可惜當年又俾葵盛嘅區議員話呢條路線要同佢條樓下線共用資源，而最終呢個方案亦都被撤回。地區就唯有接受2年後提出嘅呢一條 43S 啦。入到沙田區，8點33分，沙田第一城落咗5個。8點36分，石門轉車站濱景花園落29個，上3個。第一城同埋石門總共上咗3個，落咗34個。8點43分，馬料水公眾碼頭冇人上落。8點44分，水上活動中心冇人上落。8點44分，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冇人上落。8點47分，香港科學園落咗10個。8點49分，香港科學園第3期總站落咗22個。馬料水同埋科學園總共落咗32人。去到比分嘅時間啦，呢班車總客量有74人，載客率大概係56.9%。考慮到城隧上車嘅12個係可以搭其他路線去石門或者科學園，同埋有5位唔過隧道嘅短途客之後，評級係 D。而班次方面，佢開得一班就真係評唔到啲咩嘅。行車時間方面，路線全長18.6公里，用咗59分鐘，評級為 D。收支方面，車費收入少於769個6，而考慮到有12位喺城隧上車嘅轉車客，同埋3位喺沙田上車嘅短途客，評級為 C。而走線方面，先石門後科學園嘅行法，會對佔總客量40%左右嘅科學園乘客嚟講較為迂迴，所以評級為 D。喺計晒數之後，43S 嘅總評級為 D 欠佳。我哋可以發現到 43S 嘅直達客源，即係唔係喺城隧口轉車，而亦都有坐到過隧道嘅乘客，都只係大概50個左右。以繁忙時間嘅標準嚟睇，
開得一班都淨係得咁嘅客量，兩地嘅通勤需求似乎都只係值得開一班車。可能呢個都係九巴唔太想將43S 發大嚟做嘅其中一個原因啦。至於轉車客方面，總客量74人之中，有18個係喺城隧轉車站上落，而當中只有6個係喺東北荃葵搭43S 去城隧口轉車嘅乘客。有區議員話想爭取43S 全日服務，但係東北葵嘅居民又有幾可會非繁忙時間走去科學園啦？而如果43S 淨係得城隧轉車嘅用途嘅話，就會好難開到全日。依家雖然淨係得一班車，真係好難夾時間去搭㗎。但係當繁忙時間搭43S 去城隧口轉車嘅客得咁少嘅時候，睇怕其他時段都唔會多得去邊啦。東北葵嘅潛在全日城隧轉車線嘅呢個角色，43S 應該都唔會做得到啦。當呢條路線來回都淨係得一班車，而客量水平都唔係特別好嘅情況下，喺巴士公司立場而言，似乎維持現狀係比較確切可行嘅方案。當去沙田市中心同埋大圍火車站嘅小巴403系列喺非繁忙時間都可以上到第一架車嘅時候，43S 全日服務究竟會有幾多人搭呢？呢個問題就留返俾各位去討論啦。今集嘅評交通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各位支持，我哋之後再見啦。